另外来关心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进前的馆长陈素芬防指控工课场霸凌，教育部进前确认讲陈素芬已经无适合去做主管。伊若昨昏嘛公布这个霸凌案的调查结果，确认霸凌案成立，而且伊违法禁用二等亲嘛有成立，所以伊方记一记代过，而且调去毋是主管的职务。在调查结果过程当中，也发现陈前馆长呢权威性贬义性的管理风格，以及情绪控管能力不足造成呢馆内员工身心长期承受高度压力，且士气低落，并呈现敌意且不友善的工作环境已经符合职场霸凌。专案小组的召集人是教育部的处长林定高。昨昏伊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报告、调查结果，认定这个工课场的霸凌案是成立的，记一代过做行政处分。因若将馆长禁用二等亲这部分无照规定，嘛已经送监察院。林处长嘛代表教育部向海科馆的同仁和社会大众回示的。目前教育部所管有13个工课场的霸凌案，目前还佫有9个案正在调查。